来看台南白河的莲子当咧收成，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这产量无介理想，英国掰出来呢差不多20多粒，不过今年煞10多粒尔，产量减少，一斤也起到400以上。来台南白河区虽然莲花无开，不过素来都是莲子大出的季节，所以平常时啊，我有真侪民众来消费。他就自己先吃吃看，先不考虑价格就对了。对了。今年的莲子好像因为气候影响，产量无理想。较早一个莲花头会当120多粒莲子，今年煞剩一半左右，量变少，相对价钱嘛较悬，每大斤已经起超过400块。那时候没有下雨，在开花的话，开花的成数会非常的不好。我们都是要靠这个蜜蜂下去授粉。在于今年的话，也不知道蜜蜂不是减少很多了。我们正常，我们莲蓬有20几颗，20-30颗。在今年的话，不过剩10几颗。剩无几粒来咯，有诶1粒，有诶2粒。遮少？就拢无啥物事。天气的关系个对啊。天气的关系。莲蓉估计减产5成左右，而且投入成本无变，产量减少，莲蓉损失嘛真济。另外，北莲子的工资起，这嘛是造成起价原因之一。比起去年每大斤差不多380块，常常使用莲子来做原料的冰品业者上有感觉。今年目前是还没有，但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已经涨过一次，原本10斤是900，那涨到950。那因为原物料一直涨啊，白糖啊也都一直涨价，所以预期今年也是有可能还会再涨这样子。台南白河是莲花故乡，是全台湾上界大的莲子莲藕产地。虽然今年水情好，不过莲花产的面积嘛，敢若维持差不多200公顷。莲花花下去了后，差不多21天，莲蓉开始挽莲子，煞搁拄到减产，国家工资逐年起，嘛，互莲蓉一直化无奈。记者综合报。